各位觀眾，我係4A 班黃雲希，今日我哋嚟直擊報導。點解呢？今日喺聖公會院謝夢勤嘅禮堂聚集咗好多人，一齊睇下發生咩事先。同學，你哋點解咁勤力咁練習手鐘啊？因為要慶祝夢勤嘅聖事，所以我哋都要加緊練習。夢勤嘅聖事係咩事啊？同學，你哋喺度做緊啲咩啊？我哋好忙啊！你睇下其他人啦。同學，你哋喺度做緊啲咩啊？睇見我哋呢身造型，仲唔知做咩？咦，又三揀喎，我都唔執輸揀翻件先。同學，你係咪有興趣做演員啊？演員？咩演員啊？係40週年校慶音樂劇嘅演員啊！哦，原來大家為咗40週年校慶音樂劇《夢勤流金嘅歲月》而努力練習。係啊！真係期待你哋嘅精彩嘅演出，預祝你哋演出成功。耶！夢勤喺大埔創校40年，為孩子春風化雨、薪火相傳。我哋懷住感恩同埋喜悅嘅心情，以一場精心籌備嘅音樂劇，為到夢勤小學40週年校慶獻上最真摯嘅祝福。呢場音樂劇凝聚咗全校嘅師生心血同埋熱情。喺過去1年，200多位嘅同學喺課餘嘅時間投入訓練。佢哋嘅堅持同埋汗水令到我哋都好感動。音樂劇嘅總監梁永慈主任更傾盡佢嘅才華，創作音樂劇。我哋嘅音樂劇叫做《夢勤流金的歲月》，佢亦都為到呢個劇目創作咗好多動人嘅旋律嘅同埋一啲嘅填詞嘅工作，讓到我哋每個音符都承載住夢勤人嘅情懷。此外，我哋嘅多位戲劇同埋道具嘅老師更加不辭勞苦去協助訓練同埋去製作一啲嘅道具，從台詞、舞蹈到舞台嘅表演，去細心引導我哋嘅同學展示自信同埋佢嘅光彩。我哋好期待7月12號音樂劇嘅上映，到時見。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今年夢勤已經踏入第40個年頭。為咗慶祝呢個咁特別嘅日子，所以就創作咗呢一套嘅音樂劇《夢勤流金的歲月》。故事內容係講述一班學生喺校園嘅開心生活。當佢哋知道學校慶祝40週年嘅時候，就想知道夢勤過往嘅歷史，同埋一齊回顧過往嘅光輝歲月。喺故事裏邊會帶出人同人之間嘅關愛，又要學懂感恩。感謝神喺過往帶領夢勤喺多位嘅校長、同工、家長嘅共同努力之下，讓到夢勤有今日咁豐盛嘅成果。呢套音樂劇總共差唔多有200位同學參與演出，仲要係5年先有一次咁大型嘅演出。如果錯過咗呢一次嘅音樂劇，就要等5年之後先至有機會睇到噶啦。期盼喺7月12號會見到大家一齊嚟支持學生用心嘅演出。